世間萬事皆有陰陽本位，易經家人卦有言：各正其位，家道方和。世間最難撼破嘅執念，往往藏於親子之間。父母生養子女數十載，從細路呱呱墮地到讀書成人，一路牽掛操勞，習慣事事參與，時時掛心，卻常常忘記婚姻係一道分水嶺。一旦兒女步入婚姻，佢哋就建立起屬於自己嘅小乾坤。從此長輩、晚輩、小家、大家各自有各自嘅邊界。倘若長輩唔識得收斂心頭嘅操心，硬要將舊日管教細路嘅一套搬去介入新婚夫妻日常，縱使滿心善意，最後只會釀成層層隔閡，親情磨損，兩邊皆覺委屈。我半生研讀義理，觀察無數家庭喜樂，見過太多本該溫暖和睦嘅親緣，因為父母唔懂放手，唔守分寸，落得家無寧日，父子生分，婆媳積怨。到頭來，長輩嘆子女唔孝順，晚輩埋怨父母管太多。其實根源從來唔係邊個心腸壞，只係兩代人都未曾看懂。兒女婚後，父母要轉換嘅唔單止係心態，仲有成套相處、扶持、避忌嘅行事準則，順住天地人倫嘅節度，先可以做到親而不密，愛而不擾，兩邊各得安樂。先從義理最基礎嘅陰陽分野講起，一男一女結為夫妻，自成一個獨立嘅陰陽體系。細細小小嘅二人家庭，有佢哋自己嘅運行節奏，丈夫為陽，妻子為陰，兩人互補調和，先可以支撐柴米油鹽。面對世間風浪，而原生父母屋企係另一套陰陽架構，父母長輩係家中舊有乾坤，子女成年成婚就等於卦象之中，子女爻位向外遷移，自成一卦。舊卦與新卦之間可以相生扶持，但絕對唔可以互相侵擾、互相干預。好多父母犯咗一個根本錯誤，心中永遠將已婚嘅仔女視作從前未長大嘅細路，默認自己有權過問佢哋屋企每一件瑣事，小至買幾多蟹、使幾多錢、幾點瞓覺、中意點樣裝修，大至夫妻之間爭執、生唔生仔、點樣教養孫輩，事事都要發表意見，事事都要糾正晚輩嘅做法。殊不知每一次過界嘅指點，每一回強行嘅插手，都等於外力衝擊一個本該自洽嘅陰陽小家庭，打亂兩夫妻之間嘅氣機平衡。義理講物極必反，父母越想掌控細路嘅生活，細路心中嘅逆反之心就越重。表面順從，心底積下不滿，時間一長，細微嘅嫌隙累積成大隔閡，本來濃厚嘅親情慢慢變得拘束、客套，甚至不願意多返屋企相聚。呢種局面實在係長輩執念太深，自尋煩惱。好多長輩會反駁，話自己所做一切都係為咗仔女好，怕佢哋年輕唔識顧家、唔識規劃，受委屈蝕底。呢份憂慮係為人父母刻入骨血嘅天性，無可厚非。但善意唔等於可以無邊無際介入他人生活，哪怕呢個人係自己親生仔女。古人話兒孫自有兒孫福，呢句說話從來唔係叫父母完全放棄關心，而係教曉長輩分清提點同操控嘅界線，分清扶持同包辦嘅差別。年輕人成長於完全唔同嘅時代，消費觀、婚姻觀、育兒觀、待人處事嘅準則，同戰後70、80年代捱過苦嘅長輩天差地別。父母以自己半世紀嘅生活經驗作標準，去衡量批判新婚夫妻嘅選擇，本身就係一種不對等嘅強加。長輩年輕時節衣縮食，1蚊錢掰開幾份使，覺得年輕人動輒外賣買精品、閒時旅行係揮霍浪費，而現今
年輕人追求生活品質，願意花錢換取舒適同放鬆，唔覺得偶爾享受係錯事。兩種觀念並無絕對嘅對與錯，只係時代環境造就嘅差異。長輩如果執意要將自己一套強壓落晚輩身上，日日勞到指責，只會令仔女同另一半夾喺中間，左右為難。一邊係養育自己嘅父母，一邊係相伴終身嘅伴侶，長期兩面取捨，心靈備受拉扯。夫妻之間亦會因為長輩嘅介入生出爭執，本來微小嘅觀念分歧演變成夫妻矛盾，最後全部歸根於長輩過度插手，好心反而鑄成家庭紛爭。為人父母首先要調整嘅第一重心態係接受仔女婚後身份嘅轉變。從前佢哋只係你嘅仔、你嘅女，婚後佢哋首先係丈夫、係妻子，其次先係你哋嘅子女。呢個次序千萬唔好導致好多長輩永遠將親子關係擺喺夫妻關係之上，見到仔同媳婦鬧少少意見，第一時間衝出來撐自己仔，指責媳婦唔懂事；見到女同女婿有口角，即刻偏幫個女，數落女婿唔體諒。呢種毫無中立嘅立場係摧毀小家庭和睦嘅元兇。夫妻之間相處難免會有爭拗，意見不合，凡夫俗子邊有日日和氣無爭執嘅婚姻？兩夫妻私底下嘅矛盾本來可以透過彼此溝通化解，旁人一介入，尤其係長輩帶住血緣偏見介入，矛盾瞬間升級。本來兩個人之間嘅小事變成兩個家庭之間嘅對立。易經講凡事貴中和，長輩作為旁觀長者，最恰當嘅角色從來唔係判官，唔好急於判斷邊個對邊個錯，更加唔好仗住長輩身份訓斥晚輩另一半。無論係新抱定女婿，佢哋本無義務承受你哋無條件嘅偏私同指責，一昧偏袒自己血親，只會令另一半覺得自己永遠係外人，無法融入呢個大家族，心底生出隔閡，日後相處越發疏遠。遇到仔女夫妻爭執，聰明嘅父母懂得暫時抽身迴避，留空間俾兩夫妻自行調解。萬一仔女主動上門傾訴委屈，長輩亦要守住中立，多勸自家仔女體諒伴侶，少指責另一半嘅不是，講說話多講包容之道，少分是非對錯。婚姻裏面本來就唔係講道理嘅地方，更多係講體諒、講遷就。長輩一味幫自己仔女撐腰，等於切斷咗兩夫妻互相修補關係嘅渠道。每一次長輩介入拉偏架，都會加深夫妻之間嘅芥蒂，次數累積多，原本細小嘅裂痕會變成難以修復嘅深溝。我研二數十年，見盡無數家庭聚散，認識一對本來情根深種嘅年輕夫婦，兩人讀書相識，相知相守，性格互補，心意相通。婚後本可平淡和睦，歲月安穩，只係難免有柴米油鹽嘅瑣碎拗撬，從無大爭大怨。奈何婆婆一生強勢，習慣掌控家中大小事務，兒子成婚之後依然唔願放手。每逢仔媳之間有少少意見不合，必定第一時間介入，將個仔拉到一旁細數新抱嘅不是，放大對方嘅小缺點、小疏忽，甚至翻舊賬，講從前種種小事，令個仔對妻子心生芥蒂。久而久之，新抱長期活喺婆家嘅偏見與質疑之中，無論點樣付出、點樣遷就，都換唔來半分認同與體諒。夫妻之間嘅信任慢慢瓦解，熱情逐漸消磨，最後落到分開收場。婆婆到最後依然執迷不悟，始終覺得自己一心為仔好，為家庭和睦，從未察覺自己嘅過度介入、執着偏私，先係毀掉呢段婚姻嘅元兇。呢種無知嘅善意、盲目的疼惜，正係世間無數家庭矛盾嘅根源，值得所有為人父母者深思警醒。
講完夫妻爭執嘅相處分寸，接下來要講同住與分住嘅抉擇。呢個係兒女婚後最容易引爆矛盾嘅一大源頭。傳統觀念之中，好多長輩覺得仔女成家之後一齊同住，先叫一家人齊齊整整，熱鬧溫暖，仲可以順手幫晚輩打理家務，分擔開支，將來照顧孫輩，減輕年輕人壓力。呢份心意固然值得體諒，但同住一室，距離過密，必然放大兩代人生活習慣、作息、處事方式嘅差異，日日相對，細微摩擦無處迴避，日積月累就會變成大矛盾。義理講，遠近相濟，剛柔相衡，人與人之間，不論親疏遠近、血緣深淺，都需要適當留白。陰陽之間距離太近，氣機相撞，容易相克相衝，摩擦不斷。唯有保持適度空間，各守本位，先可以相生相敬，長久和睦。長輩幾十年養成嘅生活習慣，早已根深蒂固。節儉致辭，早睡早起，咀取講究，濃香厚味，家居擺設追求整齊對稱，事事講究規矩禮數。而年輕新婚夫妻生長喺資訊發達、節奏自由嘅新時代，作息隨性自在，中意晚睡晚起，簡單輕食，屋企擺設隨性舒適，閒時中意外賣聚餐、旅行放鬆，兩套完全唔同嘅生活模式、價值觀念，強行塞喺同一個屋檐下，日日相對，時時相處，自然會衍生數之不盡嘅細節衝突。長輩見到晚輩深夜仲睇手機、睇劇、忙工作，就會忍不住勞蹈、傷身耗氣、作息不規律。見到晚輩閒時買零食、買飾品、添置家居好物，就會覺得奢侈浪費，唔識節儉。長輩費盡心思煮好一大台飯菜，晚輩胃口淺，食唔曉，長輩心底難免失落委屈，覺得自己一番心意被辜負。而晚輩日日活喺長輩嘅監督與勞動之中，一舉一動都被約束，一舉一動都被評判，完全冇私人空間，冇自在時光。返屋企唔係放鬆休憩，反而如同受管束、被管教，身心長期緊張壓抑。呢啲細微嘅摩擦，從來都唔係邊個錯邊個對，只係兩代人嘅時代差異、生活差異。但日日累積，時時堆疊，就會慢慢磨損親情溫度，令原本溫暖嘅家人相處變得充滿拘束、厭煩與隱忍。若果經濟條件許可，最通透、最明智嘅安排，必定係分開居住、鄰近移居。呢種相處模式最契合義理陰陽平衡之道，大家各自擁有獨立居所、獨立生活空間，互不打擾對方嘅日常作息、生活節奏。長輩可以安享晚年清靜，自在打理起居、經營閒情；年輕夫妻可以自由經營小家，磨合相處，規劃未來，無需時時顧及長輩眼光，處處遷就舊有規矩。閒時得閒相聚，一齊食餐家常飯，閒談敘舊。相聚時滿載溫情，歡聲笑語；分開之後，各自自在，各得安樂，唔會因為日日相對而積累厭煩，滋生委屈。好多長輩執着於同住先係一家人嘅舊觀念，擔心分開居住之後，仔女會疏遠自己，親情會變淡。其實真正嘅血濃於水，真正嘅深厚親情，從來唔靠同一屋檐束縛、日日相綁，而係靠彼此尊重、適時關心、真心相待。距離適中，相見先有歡喜，相聚先顯珍貴。日日僻埋一齊，毫無留白，再濃厚嘅親情都會被瑣碎摩擦慢慢消磨殆盡。萬一因為經濟條件有限，需要互相照顧等現實因素，必須暫時同住，長輩就一定要守住底線，自我約束，知止有度，千萬唔好將間屋當成自己獨自話事、一手掌控嘅地盤。
要從心底認同呢個空間同樣屬於新婚小夫妻，係佢哋嘅小家，自己只係暫居輔助嘅長輩，唔係主宰一切嘅大家長。日常相處絕對唔可以隨意闖入仔女夫妻嘅睡房，隨意整理佢哋嘅私人物品，唔好未經同意隨意丟棄晚輩嘅物件，更加唔好擅自改動屋企嘅裝修擺設、生活佈局。私域空間係每個人最基本嘅尊嚴底線，無論係相伴多年嘅新抱，抑或真心相待嘅女婿，都需要一處屬於自己唔受打擾、自在放鬆嘅小角落。長輩每一次無視私隱、隨意越界嘅舉動，都會令晚輩心底生出壓抑與抵觸。表面出於禮貌，唔敢反駁，默默順從，實則相處時會越發禮貌疏離，心生隔閡，從此再難有真心相對、毫無芥蒂嘅溫暖親情。同住相處期間，家務分工、金錢開支亦要分得通透，拿捏得當，千萬唔好默認長輩就該全包所有家務，全額貼補晚輩所有生活使費。世間無條件嘅付出，亦無理所當然嘅承受。單方面嘅犧牲與奉獻，從來都係關係失衡嘅開端。好多長輩出於疼惜仔女，體諒晚輩工作辛勞，日日包辦煮飯、打掃、洗燙、收拾所有家務，月年默默貼補生活開支、物業、水電、日常雜費，從唔計較，從唔訴苦，日積月累，晚輩慢慢習以為常，將長輩嘅付出視作理所當然、理所應得，心安理得接受所有照料與資助。一旦長輩年紀漸長，身體抱恙，體力不支，少做幾日家務，暫停金錢貼補，晚輩不單止唔會體諒長輩辛勞，心生感恩，反而會心生不滿，暗自埋怨，覺得長輩唔體諒自己，唔幫襯小家。與之相對嘅另一種極端，同樣不可取。好多長輩日日操勞家務，默默貼補開支，心底累積滿腔委屈，卻從唔願意好好溝通，反而時時將自己嘅付出掛喺口邊，日日數落自己幾辛幾苦，幾多付出，幾多貼補，動輒拿自己嘅奉獻要挾晚輩，順從自己嘅意見，聽從自己嘅安排，將疼愛變成綁架，將付出變成籌碼。呢兩種相處模式都徹底打破咗家庭關係嘅平衡。前者縱慾晚輩，養成依賴；後者消耗親情，滋生怨氣。易經講損益平衡，有得有失。世間所有人際關係、親情往來都需要付出與接收大致對等。單方面長期輸出，一味犧牲自我，必然令關係失衡，氣機不順。久而久之，怨氣堆積，心結難解，最終透過勞妒、爭執、指責發洩出來，徹底破壞屋企嘅平和安穩。真正嘅疼惜，從來唔係全包全攬、無底線犧牲，而係適度分擔、量力而為，家務輪流分工，勞動共同承擔，金錢貼補，順心隨緣，唔強求，唔透支。彼此互相體諒、互相感恩，先可以維持家庭長久和睦。跟住要講金錢與資助嘅相處分寸，呢個議題向來係家庭矛盾嘅重災區。世間太多溫暖親緣、和睦家庭，最終都因為金錢往來嘅分寸失當、拿捏失衡，變得生疏隔閡、反目生分。仔女婚後已經係獨立嘅成年人，建立起屬於自己嘅小家與經濟體系，夫妻二人同心協力，共同負擔小家開支，規劃收支儲蓄，應對生活風浪，本就係佢哋必須承擔嘅責任，必須修煉嘅成長課題。作為父母，心懷疼愛，適時雪中送炭，無可厚非，但千萬唔好長期無底線資助，全方位包辦。更加絕對唔可以介入
仔女夫妻之間嘅金錢分配、財務管理。好多長輩見到仔女新婚買樓、置業成家，養兒育女壓力巨大，便大手筆資助樓宇首付，月月定時貼補生活費，隨時支援各類開支。本意係體諒晚輩辛勞，減輕小家負擔，用心良苦，滿心慈愛，卻往往好心做壞事，善意揚和端。長期無底線嘅資助，會令年輕夫妻徹底失去獨立規劃財務、承擔生活壓力嘅能力。凡事依賴長輩，事事指望父母，唔懂得節儉克制，唔懂得積蓄規劃，唔懂得互相扶持，共渡難關。與此同時，長輩出錢越多，付出越多，心底嘅掌控欲就越重，自然而然會覺得自己有資格干預小家庭嘅所有大小決定，買樓選址、房屋裝修、家私擺設、消費開支、生養規劃、工作選擇，事事都要插手，樣樣都要做主。一旦晚輩有半分唔同想法，少少自己主張，長輩即刻搬出我出錢養你哋，我為你哋付出幾多呢句說話施壓，用金錢綁架親情，用付出綁架服從，至此純粹溫暖嘅親情摻雜咗利益算計、掌控拉扯，質感變得混濁複雜，不再單純。原本和睦嘅小家，處處充滿博弈與矛盾。世間家庭矛盾大半源於偏心與區分對待，其中最容易被長輩忽視，卻最傷晚輩人心嘅係對待新抱同女婿嘅態度與心腸。好多長輩心底永遠隔住一道無形嘅血緣圍牆，潛意識裏永遠將媳婦、女婿當成外人、外星人，表面相處客客氣氣、禮貌得體，心底卻時時存住防備，處處須知因緣天定，親緣隨善，上天安排呢個人與你嘅仔女相知相識，結為夫妻，相伴一生，就等於為你哋嘅大家庭結下一段半世紀嘅善緣，一份珍貴嘅親情。義理講，四海之內皆有兄弟，世間相逢皆是緣分，何況係日夕相處，共度柴米油鹽，相伴風雨流年嘅晚輩伴侶。對待新抱女婿最通透嘅智慧，莫過於秉持厚待不苛求、包容不疏遠嘅本心，以平常心相待，以寬厚心包容。千萬唔好用對待親生仔女嘅標準去嚴格挑剔、苛刻要求外姓晚輩。親生仔女從小養大，伴隨數十年朝夕相處，縱使性格有缺點、行事有不足、生活有疏漏，長輩心底都會自動包容、默默體諒，視若平常。但媳婦、女婿半路入門、半路結緣，從未受過你哋教養照料，長輩卻往往會無限放大佢哋嘅不足與瑕疵，少少唔順眼就掛喺口邊路道，時時拿來比較挑剔，日積月累，人心漸冷，關係漸疏。日常相處，聰明嘅長輩都會懂得多記住晚輩伴侶嘅好，少放大佢哋嘅不足，多體諒年輕人嘅難處，少挑剔晚輩嘅疏漏。逢年過節、生日壽宴、喜慶場合，待人接物、贈送禮物、派發紅包，務必做到平等相待，一視同仁，唔好厚此薄彼，區分內外。對親生仔女格外大方體貼，對媳婦、女婿隨意應付、敷衍了事。呢種差別對待看似細微小事，卻清清楚楚擺喺眾人眼前，冷暖人心自知。最容易令外姓晚輩心生芥蒂，徹底心寒。與晚輩伴侶傾偈相處，說話一定要留3分分寸，存幾分善意，絕對唔好隨意評論貶低對方嘅原生家庭，隨意數落對方嘅父母長輩，隨意否定對方嘅成長與付出。每個人都天然維護自己嘅家人，執着於自己嘅親緣尊嚴。長輩隨意出言不遜，貶
貶低對方親人，就等於直接踩中對方底線，傷透人心。哪怕對方當面出於禮貌唔反駁、唔爭辯，心底都會積下長久嘅怨氣與隔閡，往後再難真心相處、坦然相待。與此同時，亦唔好時時拿自己年輕時嘅經歷同晚輩比較，動輒講自己從前幾捱得、幾勤力、幾賢淑、幾顧家，暗地裏暗示媳婦唔夠勤儉、唔夠體貼，女婿唔夠上進、唔夠擔當。每一個時代有每一個時代嘅生活壓力，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嘅生存不易。長輩從前捱過物質匱乏、生活清苦嘅苦，現今年輕人承受住職場競爭、生活節奏、防壓養育嘅重，從來都無可比性。每一次主動比較，每一次隱性挑剔，都會為兩代人相處增添一層無形嘅隔閡，積累一分隱藏嘅矛盾。真正嘅善待與包容，從來唔係口頭嘅嘮叨、苛刻嘅要求，而係睇到年輕人面對工作與生活雙重壓力嘅無奈，多一分體諒，多一分鼓勵，多一分寬容，少一分指責，少一分挑剔，少一分強求。世間大半婆媳矛盾、翁婿隔閡，根源都在於長輩唔願意徹底放手，放不下幾十年嘅操勞與執念。好多婆婆一生圍住個仔轉，從細路呱呱墮地到成年長大，衣食住行大小瑣事全包全攬，習慣咗掌控個仔嘅一切，習慣咗被個仔依賴，習慣咗自己係兒子生命裏唯一嘅照料者、守護者。等到兒子長大成人，成婚立室，有咗相伴一生嘅妻子，有咗屬於自己嘅小家與依賴，婆婆心底就會不自覺生出失落、妒忌與空虛，覺得新抱搶走咗自己嘅仔，奪走咗自己幾十年嘅核心地位。呢種細微隱藏嘅心理落差、情感失衡，好多長輩自己都未必能夠察覺，坦然面對，卻會時時透過言行舉止流露出來，對新抱諸多挑剔，處處不滿，時時針對，無端製造矛盾，挑起爭拗。其實長輩必須看懂，兒子成年成婚之後，照顧佢起居飲食，體諒佢喜怒哀樂，陪伴佢風雨流年，與佢共度餘生嘅人，已經變成佢嘅妻子。呢份陪伴與照料嘅責任，本就該順理成章交俾伴侶。身為母親，身為長輩，最通透嘅智慧就係學會及時退場，主動退居二線，從全方位包辦一切嘅照料者、掌控者，轉變成遠處關心、適時扶持嘅祝福者、後盾。呢種角色退讓，從來都唔係失去個仔，唔係淡化親情，反而係成全個仔嘅婚姻，成就佢嘅幸福，令佢可以毫無束縛地同伴侶建立屬於兩人之間嘅依賴、信任與溫情。母子親情、父子情深，從來唔會因為適度放手、適度退讓而減淡，只會轉換成一種更加舒適、更加從容、唔壓人、唔束縛嘅相處模式。同理，岳父岳母亦要放下執念，學會放手，唔好過度介入女兒嘅婚姻生活，唔好事事偏幫個女，唔好將女婿當成外人，時時防備。唯有長輩懂得退讓祝福，先可以睇到女兒婚姻真正嘅安穩、幸福、溫暖、長久。好多家庭常見嘅局面，恰恰係長輩越位、失道、好心、壞事。年輕父母為細路訂立規矩，約束零食，規範作息，耐心管教。長輩隨意打破規矩，背住仔女縱容孫輩，隨意亂餵零食、雜食，縱容、熬夜、玩鬧、放任、任性、耍脾氣。細路稍有不適，年輕父母主張及時就醫，科學護理；長輩固執己見，隨意使用民間土方、舊式經驗處理，拒不聽從科學建議。
每當仔女出面制止，提出唔同育兒理念，長輩即刻心生委屈，覺得自己一片好心，唔被認同，覺得仔女嫌自己年老無用，唔信自己經驗，為咗堅持自己嘅做法，維護自己嘅權威，不惜同仔女爭執對立，鬧得面紅耳赤。本來單純嘅育兒問題，慢慢演變成兩代人嘅觀念對抗、權力拉扯，最後上升為家庭矛盾、親情隔閡，嚴重影響家庭和睦。若果長輩出於疼愛，幫忙日常照料孫輩，事前就一定要同仔女講清楚底線，分清權責，統一理念，大嘅教育原則、飲食禁忌、作息規矩、用藥準則、行為規範，全部聽從細路父母嘅安排與規劃。長輩只負責日常陪伴起居、看管安全、溫柔照料，絕對唔可以擅自做主，隨意打破規矩，背住父母縱容孫輩。最忌諱嘅就係雙重標準，當面一套，背後一套。父母面前乖乖配合規矩，父母轉身就肆意縱容，無底線溺愛。等到年輕父母想要管教細路、樹立權威嘅時候，長輩即刻第一時間出面護住，極力阻攔，話細路年紀尚細，無需嚴格管教，唔好過度苛責。呢種做法會令孫仔孫女無所適從，分不清對錯，建立唔起規矩意識，日後任性驕縱，難以管教。與此同時，亦會徹底動搖年輕父母嘅權威，打擊佢哋育兒嘅信心，令仔女覺得自己身為父母毫無主導權，處處被掣肘，心底累積長久嘅不滿與無奈。除此之外，長輩亦唔好將孫輩當成自己嘅攀比工具，圓夢載體。好多長輩年輕時有未完成嘅心願、未實現嘅夢想，年老之後就將所有期待、所有寄託全部擺喺孫輩身上，逼細佬學各類興趣班，追各類成績名次，逢人就攀比孫仔嘅成績、樣貌、才藝、出色，用孫輩嘅優越滿足自己嘅虛榮心。須知每一個細路都係獨立嘅個體，有自己嘅天性、自己嘅稟賦、自己嘅人生軌跡。佢哋係屬於父母、屬於自己嘅生命，從來唔係長輩用來炫耀、攀比。圓夢嘅物件，亦經蒙卦有言：啟蒙養幼，貴在順其天性，潤物無聲，少束縛，多引導，順勢而育，無為而治。養育孫輩，主導權必須完整交俾細路父母，長輩只需要溫柔陪伴、默默守護，適時輔助，唔強求成績，唔操控人生，唔拆台添亂，不越位主導，先可以維持全家上下和氣融融，亦可以讓細路喺統一、溫和、穩定嘅環境裏健康快樂成長。就算長輩心底唔認同年輕人嘅育兒理念，唔贊成佢哋嘅教養方式，亦絕對唔好當住孫輩、當住外人面前公開反駁、嘲諷、否定，私下心平氣和分享自己嘅舊日經驗，淺薄體會即可。至於聽與唔聽、採納與否，全係仔女嘅選擇。長輩無需強求，無需糾結，無需執着。每一代人都有自己嘅成長方式，每一對父母都有自己嘅育兒課題。縱使年輕人會行少少彎路，犯少少錯誤，都係佢哋成長必經嘅歷練。長輩過度包辦、全權干預，只會徹底剝奪佢哋學習成長、修煉擔當嘅機會。看似呵護備至，實則阻礙深遠。家庭和睦嘅關鍵，除咗日常相處分寸、育兒邊界拿捏，仲藏喺相聚探訪嘅細節禮節之中。好多親情疏遠、關係變淡，都源於長輩唔懂掌握探訪時機，唔知收斂相處節奏。好多長輩一生操心慣、牽掛慣，想念仔女就即刻上門探訪，
從唔提前詢問，從唔顧及晚輩安排，直接推門而入，登門造訪。殊不知新婚小夫妻有自己嘅私人生活、二人世界，可能有私密約會、休息規劃、工作安排、獨處時光。長輩突如其來嘅到訪，往往會打亂晚輩嘅節奏，破壞人家嘅私密空間，令對方手足無措，左右為難。更有部分長輩一旦上門探訪，就會從朝早逗留到夜晚，久坐不歸，長談不休，日日絮絮叨叨，事事追問細節。晚輩明明想要休息，想要處理私人事務，想要享受二人清靜，卻出於孝道禮貌，唔好開口續客，只能硬住頭皮應酬陪伴，勉強敷衍。日積月累，仔女就會慢慢畏懼長輩上門，逃避相聚往來，甚至刻意減少聯絡，疏遠距離。與此相對，當晚輩抽空返娘家、婆家探訪長輩嘅時候，長輩亦要懂得體諒，適度留白，唔好將晚輩嘅歸家時間安排得滿滿當當、密不透風，唔好強迫佢哋逐樣拜訪親戚、應酬聚會、參加聚餐，應對人情往來。現今年輕人平日工作繁忙，節奏緊張，壓力繁重，難得抽空返屋企，本意係放鬆身心、療愈心境，感受親情溫暖，享受片刻安閒。若果每一次歸家都被各類人情應酬、瑣碎任務填滿，日日應對，時時周旋，久而久之，晚輩就會將返屋企探親視作一種負擔、一份壓力，慢慢害怕歸家，逃避相聚，親情自然日漸疏遠。其二係隨意議論他人是非，散播親戚八卦。長輩閒居無事，中意收集身邊親朋鄰居嘅瑣碎八卦、是非短長，轉頭就講俾媳婦女婿聽，肆意評論他人家事，隨意議論他人得失。須知家家有本難念嘅經，人人有自己嘅難處與隱情。隨意議論他人是非，本就非長輩該有嘅穩重德行，更何況將八卦是非帶入家庭相處之中，只會製造人際矛盾，挑起人情紛爭，令晚輩夾喺中間，左右為難，難以做人，無端招惹無謂嘅人際困擾。其三係反覆翻舊賬，時時訴苦邀功。好多長輩相聚之時，最中意重複講述自己從前幾辛幾苦，幾多付出，幾多犧牲，日日數落自己養大仔女嘅不易，暗示晚輩而家唔夠孝順，唔夠體諒，唔懂得感恩。過往嘅辛勞，曾經嘅付出，本係無私嘅親情，珍貴嘅養育之恩，一旦反覆掛喺口邊，時時拿來比較，時時用來綁架晚輩，就會變成壓迫人心嘅負擔，束縛情感嘅枷鎖。每一次舊賬重提，每一次功勞訴說，都會沖淡相聚嘅歡愉氣氛，掃除溫暖親情，只會留下壓抑、愧疚與拘謹，令晚輩歸家如履薄冰，步步拘束。其四係隨意干涉晚輩人生規劃，強行左右選擇。長輩唔好憑住自己嘅舊日經驗、固有認知，隨意否定年輕人嘅工作選擇、置業規劃、人生追求。唔好強迫晚輩轉工、買特定地段物業，遵循自己嘅人生軌跡，放棄自己嘅夢想與堅持。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嘅人生道路，每一個人有自己嘅人生追求。長輩可以適時提點、分享經驗、給予參考，但絕對唔可以強行干預、硬性要求、掌控安排。過度干涉只會扼殺晚輩嘅獨立性，打擊佢哋嘅自信心，令親子相處充滿對立與拉扯。易經對卦有言：對為悅為喜。親人相聚，貴在心生歡愉，情生溫暖。唯有氛圍輕鬆，相處自在，先可以拉近人心，濃厚親情。
若果每一次見面都伴隨質問、催促、挑剔、比較與束縛、歡愉盡失、壓力滿盈，喜悅之卦自然變成空象，親緣日漸疏遠，人心日漸隔閡。呢個淺白嘅義理人倫之道，偏偏係世間無數長輩窮其一生都未能參透嘅真相。真正嘅相聚，從來唔需要繁瑣應酬、盛大排場，只需要一頓簡單家常飯，幾句真心體諒嘅關心，一場閒談無爭嘅閒聊，少講壓力，少提要求，少做比較，少加指責，多談閒情，多分享趣事，多包容體諒，多鼓勵肯定，先可以守住親情溫度，留住歲月溫柔。晚年養家，安享親情，最重情緒修煉，心性自持。好多家庭矛盾，親情疏遠，根源都在於長輩唔懂收心，過度執着，精神依附過重。好多長輩一生為仔女而活，終身為後代操勞。年輕時操心讀書成長，擇偶成家；年老之後操心子女婚姻、夫妻相處、生養後代、孫輩教養。一輩子嘅心神、寄託、快樂、期盼，全部綁定喺仔女身上，從來冇為自己活過，從未經營過屬於自己嘅人生。等到仔女成婚立室，建立獨立小家，不再時時圍住自己轉，不再時時聽從自己安排，長輩頓時就會覺得生活空虛，心神空茫，失去寄託，無所適從，心底湧起濃厚嘅孤獨、失落與落差。為咗填補呢份空虛，找回被需要嘅價值感、存在感，好多長輩就會不自覺過度介入仔女嘅婚姻生活，時時插手，時時操心，處處干預，執着於掌控晚輩嘅人生，綁住仔女嘅陪伴，哪怕惹起矛盾、滋生爭拗、磨損親情，都執迷不悟，難以放手。一旦仔女唔順從自己心意，小返屋企相聚，意見與自己相左，長輩就會心生委屈，滿懷失落，甚至用消極情緒綁架晚輩，用孝道壓迫後代，講出我生你養你一輩子，而家你唔聽我說話，唔陪我，我活住都冇意思之類嘅說話，令仔女時時活喺愧疚之中，時時活喺拘束之下，步步謹慎，處處拘謹，不敢有自己嘅主張，唔敢有自己嘅生活。其實人到花甲，步入晚年，最該通透嘅道理就係及時轉換人生重心，重建自我精神世界。晚年嘅幸福與安樂，從來唔該依附喺仔女身上，綁定喺後代嘅人生之中，而該來源於自身，取決於自己。長輩要有屬於自己獨立嘅生活節奏，專屬嘅興趣寄託，相知相伴嘅老友圈子，種花養草、品茶讀書、揮毫寫字、行山散步，與老友閒談敘舊，研讀義理文史，修養身心心性。各式各樣正向平和嘅閒情雅趣，都可以成為晚年嘅精神寄託、快樂來源。將大半心神放回自己身上，好好養生，好好生活，好好經營晚年光景，唔再將所有期盼、所有快樂、所有價值感，全部交俾仔女掌控，被後代牽動。面對仔女婚姻之中嘅風浪與困境，長輩更要拿捏好適度扶持與大包大攬嘅邊界，分清分寸，知進知退。當晚輩遭遇婚姻矛盾、情感危機、工作重挫、經濟困境，主動上門傾訴、誠心尋求意見與幫助之時，長輩可以本住中立客觀嘅態度，分享自己半生嘅人生閱歷、處世智慧，從旁內心開解、疏導情緒、化解心結，適時給予物資支援、精神鼓勵，做晚輩最穩固、最溫暖嘅後盾。但千萬唔可以未經邀請、未經求助就自動衝入小家庭嘅矛盾之中，
強行替兩夫妻解決情感紛爭、處理相處矛盾，甚至主動出面與晚輩另一半對質，與對方原生家庭爭執交涉，插手所有瑣碎恩怨。須知婚姻係兩個成年人之間嘅緣分與修行，兩人之間嘅矛盾、磨難、磨合、修復，必須由佢哋親自面對、親自體悟、親自化解、親自修補。長輩過度出面，全權包辦、強行解圍，看似係保護仔女、化解矛盾、平息風浪，實則係剝奪咗兩夫妻成長磨合、互相包容、學會溝通、修補感情嘅寶貴機會。每一次長輩嘅強行介入，都會令兩夫妻失去一次自我修復、自我成長嘅歷練。日後再遇到情感紛爭、生活矛盾，依舊唔懂得體諒遷就，唔懂得溝通化解，唔懂得互相珍惜，凡事依賴雙方父母介入調停、出面解決，婚姻永遠無法成熟穩定，難以長久和睦。倘若仔女與伴侶走到情感裂痕，難以修復，婚姻瀕臨破碎，即將分開嘅邊緣，長輩更加要守住本心，保持中立、冷靜致辭，絕對唔可以衝動偏激、隨意慫恿離婚，亦唔可以強迫晚輩硬撐一段充滿痛苦、毫無溫暖嘅關係。最恰當嘅做法係客觀冷靜，幫仔女梳理婚姻之中嘅問題根源，理清彼此嘅得失與過錯，分析繼續相處與放手離開嘅利弊，耐心引導仔女直面內心真實想法，看清自身需求，將最終嘅人生抉擇權完整徹底交俾仔女本人，唔干預、唔左右、唔逼迫、唔綁架。無論仔女最後選擇修復關係，繼續相守，抑或選擇瀟灑放手，各自安好，長輩都唔可以數落、仇視、抹黑晚輩嘅另一半。緣分聚散，自有天道定數。人世常規，能夠相知相守係善緣，緣盡分散亦係常態。兩人曾經攜手相伴，真心相待，共度時光，哪怕最後未能白頭到老，亦有過數載情分，幾多溫暖。長輩若是得理不饒人，趕盡殺絕，肆意指責仇視，只會令本就身心受創嘅仔女夾喺中間，加倍痛苦，無比煎熬。往後處理子女撫養、財務分割、人情往來都難以平和理性。長輩嘅包容致辭，從冷靜通透，係仔女面對婚姻破碎、人生低谷之時最珍貴嘅慰藉、最穩固嘅依靠，而非另一重壓力、另一道傷口。除咗家庭內部相處分寸，長輩仲要懂得抵擋外界輿論，為小家庭遮風擋雨，守住私隱。呢一點往往最容易被忽略，卻極度影響兩代家庭嘅和睦安穩。世間從來唔缺好事閒人、八卦長者，身邊嘅三姑六婆、親朋鄰居最中意打探已婚仔女嘅屋企私事，夫妻感情好壞、生育計劃、收入存款、婆媳拗撬、翁婿矛盾、小家瑣事，事事追問，樣樣好奇，隨意議論，肆意傳播，添油加醋，搬弄是非。身為長輩，作為仔女最親近嘅家人、最堅實嘅後盾，此時最該做嘅事就係為細路遮擋閒言碎語，守住小家私隱，隔絕外界是非。千萬唔好主動向外人披露晚輩屋企嘅內部矛盾、夫妻爭執、相處紛爭，唔好同親朋鄰居數落媳婦、女婿嘅不足與過錯，更加唔好將兩夫妻嘅私密爭執、情感矛盾當成閒談話題、八卦素材隨意講出去。屋企內部嘅小小矛盾，兩代人之間嘅細微摩擦，一旦流傳到親戚鄰居圈子，經過眾人轉述加工、肆意演繹，就會變得面目全非，徹底走樣；輕則令晚輩顏面盡失、無地自容；重
則激化兩個家庭嘅隔閡，加深夫妻之間嘅芥蒂，衍生出更多無謂嘅爭執與矛盾。面對親戚鄰居過度打探，肆意追問晚輩私事、小家瑣事嘅時候，長輩要懂得靈活迴避，得體擋駕。簡單一句，佢哋兩小口有自己嘅生活安排、人生節奏，我老人家唔多過問，佢哋自己覺得舒服安穩就足夠，既可以得體回絕外界嘅過度窺探、無謂八卦，又可以守住小家庭嘅私隱與體面，隔絕無謂嘅人情是非、閒言紛擾，為晚輩守住一方安靜平和嘅生活空間。呢種看似簡單嘅護學之心、分寸之志，恰恰係保護晚輩、維護親情、守住家和嘅大智慧。好多長輩晚年心底都會藏住一份難以化解嘅委屈與落差，執念半生，困擾良久。自己辛辛苦苦生養仔女數十載，耗盡青春，傾盡心血，付出無數，從細路呱呱墮地到成年立室，無微不至照料，盡心盡力栽培。點解等到仔女成婚立室，有咗自己小家之後，自己反而處處要退讓，時時要克制，事事要顧及他人感受，唔敢隨意管教，唔敢隨意插手，唔敢隨意做主，好似失去咗從前嘅話事權、掌控權，從高高在上嘅大家長變成處處顧忌、時時收斂嘅旁觀者，心底滿係不甘、委屈與失落。其實若能參透易理、循環之道，看懂人倫輪轉之常，就可以徹底釋懷，放下執念。世間親子緣分本來就係一場溫柔嘅目送，循序嘅輪轉，從來冇永遠嘅掌控、永久嘅依附。細路幼年無知、體弱無依，必須依附父母生存，依靠父母長大。呢個階段，父母係細路嘅天地，係細路嘅依靠，係家庭嘅主宰，自然要盡心養育，全力庇護，悉心教導，盡到為人父母嘅天職與責任。等到細路成年長大，心智成熟，成婚立室，建立起屬於自己嘅小家天地、陰陽體系，就如同樹木幼苗長成枝幹，獨立生根，自然要脫離母樹庇護，獨自迎風生長，經歷風雨成長。此時父母最該做嘅就係自然退居幕後，溫柔抽身淡出，從家庭主宰者、人生掌控者轉變成真心嘅祝福者、默默嘅守護者。呢個過程從來都唔係失去，唔係虧損，唔係疏遠，而係人倫正常嘅輪轉，親情升華嘅必然。母樹從來唔會因為幼苗獨立生長、自成一林而失去自身價值，減少自身生機。父母亦唔會因為仔女獨立成家、自主人生而失去親情，淡化溫暖。父母對仔女嘅愛向來分兩個階段、兩種境界。前半生係養育之愛，貴在盡心盡力、無私奉獻、全力託舉、悉心栽培，盡到為人父母嘅責任，成全細路嘅成長。後半生係放手之愛，貴在懂得收斂、學會尊重、懂得留白、願意成全、放下掌控欲、捨棄執念心，尊重仔女嘅獨立人生，包容晚輩嘅不同選擇。前半生唔盡心養育，唔用心栽培，係為人父母失責，愧對親緣。後半生唔懂得放手，唔願意退讓，過度束縛干預，就會日復一日消耗數十年養育累積嘅濃厚親情，磨損代代相傳嘅溫暖緣分。明明滿心慈愛，處處為仔女着想，最後卻換來親情疏遠、人心隔閡，兩邊委屈，家家不寧，實在係最可惜、最不值嘅憾事。世間長遠淳厚、綿長不斷嘅親子情分，從來唔靠掌控束縛、時時介入、處處管控來維繫，而係靠彼此尊重、適時留白、適度扶持、少挑剔、多包容，
少干預，多體諒。長輩守住自身本位，不越位，不侵擾，不掌控，令原生家庭與新生小家兩個乾坤互不衝擊，互相扶持，相生相敬，先可以實現代代和睦，親情綿長，歲月安穩。真正嘅家庭智慧，晚年修身之道，往往藏喺無數細微嘅言行分寸、日常致辭之中。長輩想要守住家和，留住親情，就要學會約束自我，收斂心性，謹言慎行。日常相處唔好隨意動用仔女夫妻嘅私人物品，唔好未經同意隨意拿取晚輩屋企嘅金錢物件，唔好隨意翻睇晚輩手機信息，窺探私人動態，干涉社交往來，亦唔好隨意評論晚輩嘅穿搭風格、興趣愛好、交友選擇、生活方式。每一次細微嘅尊重，每一回刻意嘅留白，每一處得體嘅收斂，日積月累就會堆砌成輕鬆自在、溫暖和睦嘅相處氛圍。反之，每一次不經意嘅越界，每一回無心嘅干涉，每一處執念嘅挑剔，慢慢堆疊，都會變成心底嘅抵觸，長久嘅隔閡，消磨親情溫度，破壞家庭和氣。易經萬物並育篇有言：萬物並育而不相害，道並行而不相背。大家族與小家庭，長輩與晚輩，舊乾坤與新氣象，正正契合呢句天地大道，各自並存，各有本位，互不侵擾，互相扶持，相生相成，先可以實現並育和樂，長久安寧。兒女婚後，長輩嘅修行從來唔係繼續掌控、持續管束、無限操心，而係放下執念，修煉心性，守住分寸，懂得成全，放下想要操控晚輩人生嘅貪念，放下想要左右所有選擇嘅執着，放下舊日管教細路嘅固有思維，放下對完美家庭、完美後代嘅過度苛求。人到晚年，最通透嘅活法，最高級嘅養家智慧，就係經營好自己嘅生活，修正好自己嘅心境，守住自己嘅分寸，唔將人生所有期盼、所有寄託、所有快樂，全部綁喺晚輩嘅婚姻與人生之上。長輩心寬一寸，家庭家和一丈。長輩內心無掛礙、無怨氣、無執念，晚輩先可以無壓力、無拘束、自在從容。返到長輩身邊，感受到嘅永遠係溫暖、放鬆、安心與包容，而非拘束、防備、壓力與煎熬。縱觀世間所有長久和睦、代代溫馨嘅兩代親情，所有歲月安穩、風雨和睦嘅家庭，都離不開知分寸、懂留白、肯扶持、少干預呢12字真言。兒女婚後，父母最完美嘅角色定位，從來唔係高高在上嘅判官、事事插手嘅管家、無時無刻嘅監護人，而係默默守護、遠端祝福、適時扶持、從不添亂嘅後盾與長者。晚輩順遂安樂，夫妻和睦，小家安穩，便遠遠祝福，靜心守候，不打擾二人世界，不干預小家日常。晚輩遭遇風浪，面對困境，身陷迷惘，需要扶持，便適時伸出援手，給予溫暖，內心開解，默默托舉，卻絕對唔趁機插手掌控，借機干預所有事務，綁架晚輩人生。不越界，不偏私，不苛求，不綁架，以平和柔軟之心看待晚輩嘅人生選擇，坦然接納佢哋與自己截然不同嘅價值觀、生活方式、處事準則，以寬厚包容之心善待媳婦女婿，平等對待外姓晚輩，真心接納姻親緣分，以清醒自持之心分清育兒主次，守住家庭邊界，維持適度相聚距離，以通透從容之心修煉晚年心境，經營自我生活，放下多餘執念。呢一整套溫柔自持、
中正守道嘅行事心腸，若能貫徹落實，日日堅持，自然可以消弭世間絕大多數兩代家庭矛盾，化解無數親情隔閡，令大小兩個家庭各自安穩、各自圓滿、互相成全、代代和睦。為人父母一生最大嘅修行、最終嘅功課，從來都唔係將仔女死死綁喺身邊一輩子，掌控佢哋所有人生，左右佢哋所有選擇，而係用心教曉佢哋獨立立足、獨自擔當、獨立經營屬於自己嘅幸福人生，然後自己安然退於幕後，靜心安享晚年，溫柔睇住佢哋夫妻同心，攜手並肩，歲月安穩，人生圓滿。呢份不執着嘅放下，不強求嘅成全，不干預嘅祝福，先係為人父母最深層、最通透、最珍貴嘅慈悲與智慧，亦係義理人倫之中最中正、最長遠、最圓滿嘅齊家大道。